嘿，你相信梦里能开启你另一种人生吗？能啊，梦做的越久，实现的就越多。另一种人生？呀呵，你还不信？哎，小晶晶。 那就是我梦了几天的昔日美女，现在是我一儿了。小了，是我格局小了。年轻人，格局打开了，人生的高度就出现了呀！听懂不咋？对啊，生意玩腻了，团队也带累了。 我想当个大侠，你觉得有机会吗？当大侠，so easy。那座桥看见没？前行20步，东进8步，西进16步，走到尽头有个武馆，去吧。抱歉，有导航吗？这都听不懂 ？Go straight and turn left， 武馆 will be on the side。呀呀，这就是我家小金金教的哟，和番邦做生意必备。 Go straight and turn left. One will be on the side. Go straight and turn left. One will be on the side. Go straight and turn left. 啊？这是什么舞？是你？啊！我怎么进来的？你要干嘛呀？ 大侠，你要干嘛呀？你要干嘛？